平安。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这边阮的上帝是神的主意，伊阁调阮正听伊来到伊的身边，愿意欢喜感恩的心来鼓励敬拜伊。愿你施恩赐福互阮，愿你的话成做阮大命的命令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一诺千金，你讲一句话，用千金搁较价值。简单的意思是讲，咱讲话爱算话，是一个有信用的人。咱甲人叫几点，咱就几点来到。咱常常讲好的代志，咱会准时啊做好。即款有信用的人，咱拢足以啊，是无？是。另外一个人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信口开河，轻诺寡信。若是咱身躯边有即款人，咱就感觉真头疼，咱会惊惊。咱若咧选择，咱是离开远远，甚至咱无想要听伊往来，因为咱毋知影伊下一步会做啥物代志。咱身躯边应该嘛是即款人。一诺千金的观念，伊是咱人，咱这份就是我们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责任，就是牺牲性命，咱嘛爱来完成任务，好亲像做兵的，伫战场顶面爱完成敌人所交付命令。如果伊也无按照伊的约定做伊该做的部分，会害到大家。你到造成真大的伤害。咱做父母的，嘛要有父母的款；做囝儿的，嘛要尽孝顺的本分。咱做总统的，做政府官员的，做头家、员工，还是咱做老师、学生，做夫妻，咱大家若讲尽咱家己的本分，安尼咱的社会一定是无共款。基督教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是无共款。咱要成做基督徒，咱是靠上帝来信仰。咱要成做伊的囝，伊要成做咱的爸，咱来永远来守这个约。因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咱已经是改古换新，咱已经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已经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顶礼拜咱就讲了两位先知，哈该甲撒加利亚，对受了本来耶路撒冷的一些百姓反讲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，那信心的保健，在入因的心内。上帝的话，看来开力，看来改变。伫到这一些的百姓，因愿意悔改，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因的名。因忍心替迄个心，搁回小起，因同心合意，圣经就去做起，毋知大家要记落。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一项代志。一个受了70年，会使搁有法度当心，竟然故乡去做圣殿。这是上帝的手印，甲因祖先亚伯拉罕的信仰的约定，是上帝亲自中间来引带因。保守伊所精选的百姓，他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他们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。但是，咱看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，我用华语来读。第1节，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：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，没有离绝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乃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。第2节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了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。这段是你讲。耶路撒冷的正首领来看这些以色列，
我就无情其实百姓的生活各方面完全来失落，因已经放杀、无遵守甲耶和华上帝所立的约，因无法度脱离其他民族对因的引诱，因选择其他民族一边，意思就是因甲上帝割断关系，他们宁愿选择跟这些外邦的族群在一起，但是他们离弃上帝。因已经失去因正对上帝圣洁的子民，所以上帝百姓本来是应该亲像清气的白布共款，但是因即摆这白布已经足垃圾的，这白布垃圾到后你看袂出伊是白布啊，足可惜的。不过是10几年的时间，伊是咧因就受引诱。因无法度坚持落去，因像一个空壳的建筑物。建筑物就是外表看会到物件，但是信仰的基础是上重要，是咱的内面。里面的部分，这部分是需要用上帝话来起造。当因无受起造，外面的建筑物搁较水，也是好看尔。大风大雨一来，就使因吹倒。信仰的传承是一件非常无容易的代志。以色列是拄会着，现代基督徒同款嘛是会拄着。虽然早前教有老传有流传一句话，大家足熟的。我虽然无足赞成的，我读一遍，大家拢知影。一代亲，二代明，三代有我名，四代你请我无名，五代是名满厝金，六代叮当无名。咱在这是讲一段信仰要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是非常的无简单。毋过，咱今日对这段经文，咱会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信仰是咱家己每一个人家己甲上帝家己约定。信仰是其实是咱需要咱每一个人家己甲上帝去相对。不会说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你生下你就是基督徒。就侪人伫教会上大的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，因拢咋讲？他们好羡慕我们第1代。那么真正基督徒，你若是有真实、真理去经历上帝疼，安尼讲，耶和华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，曾经风闻有你，如今却亲眼见到你。咱若是无安尼的感受甲确信。当咱拄着淡薄大风大雨，咱就顶船。咱就亲像以色列百姓来受引诱。伫信仰的过程的中间，咱的生活面嘛拄着真侪艰苦、较困苦、艰难、较困苦。可能是咱身躯破面，咱工作、家庭、感情种种的问题，也有可能受侪世事的代志来引诱，可能是金钱、名声。地位还是民主的问题，我们都轻忽它的重要性。直到咱伫信仰的内面，咱渐渐来迷失，咱常常相他打相存。2条船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有讲，耶稣有讲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爱那个，就是爱那个，就是做那个，就是亲那个。你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这个中间没有灰色地带。我讲一个，以咱教会内底咱所选的中级关系会长来讲，这应该是一个应有的职分，按正常咱应该爱支持咱所选出来。但是伫教会内，咱常常发生有个人对咱所选出来这干部、这关系会长甲干部意见真多。都真爱伊的骹面讲一寡有诶无诶，在干部最后老烂，电话老烂，有啊无？最后老烂，感谢所以拢有专心听。一节传道的开场白哦，每一遍拢就沉重诶，啊。
直到有一寡人所忍心倒退，离开教会，甚至出现离教会来讲，我无通选，我无通选。原本咱是上帝圣洁的种子，清洁的皮肤，同咱即个无共款。这是传道的一领，足介的一领衬衫。有一天，我咧出去广州的时阵，我拢有放一个小纸条伫口袋里面，信息我先感动，我就给人写下。迄天摕到迄张纸，是有颜色的，我就放在口袋里面。唔知影就等到洗，洗了规面烫规洗衣机里面呢都是有颜色。其他可能勉强可以穿，但是白色的已经无法度啊！不照洗也无法度了咱就像这无共款。当咱也无法度专心来敬拜上帝，咱本来已经洗清洁皮肤，咱要垃圾，咱变成就是奇奇怪怪的基督徒。咱虽然有来教会，咱有参与团契，咱也参与服侍，咱也参与奉献，但是咱的信仰的性命就无法度提升。咱因缘以外伫下面讲一寡无造就人的话，论断人的话，咱来听教会内底八卦，咱嘛就爱报扬八卦。甚至咱注重咱伫教会里面的人见度，咱的关系，咱的分量，甚至咱诚要成为像真水空壳建筑物的基督徒，咱的性命无法度活出基督的清芳，过着毋茫平的性命，这是非常可惜。咱的性命当明白咱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开始。咱一定是行向望丰盛得胜的生活这条路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这是上帝的应允。如今咱搁较参这份以色列百姓同款，跋倒落去。咱就像这个无共款的，真正感觉过会生的，文德长老。今天我会请的对。你等下摕这个帮我洗这手机。咱离开上帝是愈来愈远。上帝真正是了解伊百姓的软请，当圣殿去做了完成了后，差不多过60年的时间，上帝感动祭司以斯拉。对巴比伦转来了杀人，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，伊毋是一位文士，伊个了解耶和华上帝手术和摩西一切律法，伊要教导上帝百姓专心来守律法。继续咱来读今日第30第50的经文。第30，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。第4节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尽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。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第5节，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我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祷告。来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以斯拉，伊教导百姓摩西所写一切律法，产生真大的后果。上帝的话都公明，上帝的话像阳光，照出因黑暗内底的罪恶。由于首领来到严刑讲出无情，耶路撒冷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过，因无遵守上帝教示，因已经受外邦人的引诱，去拜因的偶像，因领上帝的赐福。
祭司以斯拉他没办法视而不见，他非常伤心难过。圣经这样记载：伊拆伊的衫，伊的外衫，伊捡头毛，搁捡伊的喙鬚，伊心内非常的痛苦。这是一款受上帝话来感动改变的人，就是来到伊面前，因知影伊是个辈子已经犯了大罪，因得罪耶和华上帝。我查考了现代的中文译本，他在翻译第4节的翻译的不一样，其中有一段非常的重要。第4节，我坐着发呆，直到该献晚祭的时候，因以色列的上帝曾经说过，他要对付流亡归来的人所犯的罪。上帝要对付，上帝要对付那些犯罪的人。咱基督徒信主久，咱真正拢唔惊上帝。即时伊是个辈时真惊吓，因为在做的竟然是悔改认罪，谦卑向上帝来祈祷，渴望得到上帝的原谅。耶和华上帝伊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是愿意听以斯拉祈祷的上帝，愿意互伊的百姓机会的上帝，伊也是会听咱祈祷的上帝。伊现在是了解咱性命的软弱，伊永远记得伊甲咱的约定，伊愿意互咱每一人有重新恢复甲伊关系的机会，愿意互咱咱脏掉的白布有机会受洗清洁，只要咱愿意常常伊听的内面来悔改、恳求、祈祷无错。如果上帝为了咱，已经大先将伊的囝耶稣基督救入十字架顶，将无罪耶稣基督代替有罪的咱每一个人拢有罪。当咱去看别人，伊的罪的是爱生气，咱每一个人拢有罪。这是咱一边对咱的怜悯，也是耶稣基督对咱的救赎甲拯救。咱就要把握上帝每一遍互咱的机会，咱就来决心，咱来做选择。今仔日是咱建成教会普选的长老甲执事的就任，这是上帝互咱搁一遍的选择。首先，传道要带大家来分享3项代志，这3项代志甲咱每一个拢有关系。第一项是咱大家每一人的责任。当咱决志要交给基督徒，咱的牧师甲众人的面前，咱大声甲上帝所立的约定，唔知你敢爱记个？内容大概是这样：信上帝做咱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，信神做咱的保惠师。你着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安尼做无？第二个是养一的责任。长老的责任就是要甲牧师伫伊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忍心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。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。执事的责任是要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新的典，全都唔知。无管是现任的，还是已经退任的公职，你唔敢安尼做。第三，会众的责任。恁着敬爱伊，体贴伊，替伊祈祷，因为伫恁的信仰生活中活，爱恁着得救，恁着帮助因，互因海尽做两一的本分，愿会保持教会的秩序，彼此若有失错，
应该通知互社会释法，唔通四过雇佣，伊甲妨害大局，你唔敢安尼做。行来做叮当，我嘛做叮当，我嘛咧反省我有做到。这三样事是咱并无书甲忠实进人甲上帝面前所得的约，你唔知爱记袂？回想咱过去所立的约，到底咱有守着几个？还是伊拢有做着？你也是有做着，反倒对你欢喜，感谢上帝恩典。要是你无做着，是咱无遵守甲上帝约定，对上帝失信。你难道无茫有机会会来搁对头来吗？互你迄个垃圾的爸母啊，都有机会啊洗清气。咱敢学想要从怎样啊洗好清气？我非常想要洗清气，我最爱穿什么衫？可以有人来讲，啊，已经肮脏掉的爸母，哪有可能变清气？这爸母有气，也毋是完全我的责任，大家拢安尼做，是伊对不起我，是伊伤害我，是要爱我如何原谅的路，毋是我无疼惜，是我真正疼袂落去，我做袂到。其实我们没有人想要成为那块肮脏的白布，没有人想要成为那张肮脏的白布。目标，也是用咱的角度，一定有困难，因为咱人不可是人。昨下昏啊，咱教会暗时啊笑落咧，咱的关怀小组吼。兵分两路，结果到新店17医院，我叔甲文和长老甲郑梅长老应去新店17医院，我甲阿凡姐啊，个仁奇长老应去中心医院去探访。伫到病房，咱看到在家属。那个心喉咙，拢足冷静。真正伫这时阵，咱知影，咱人不可是人安尼。咱的性命拢伫交伫上帝手中，所以咱也是用上帝角度，上帝角度超越咱人的想象。当上帝将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，请问这敢有道理？只要以咱人的角度来看，法度是无道理的，根本不合乎常理。哪一个人要把你自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？不可能啊！最近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发生事情，我跟牧师我们两个痛得要死啊！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？但是咱要注意的是哪样呢？伊就是安尼做，伊最互咱看。伊遵守甲咱的约定，诚做咱的模范。感谢上帝每4年中秋选举，互咱重新思考咱甲上帝所立的约。咱实行的程度是有进步，还是有减少？每一摆选举拢是上帝主权的竞选。上帝知影咱建成教会，伫每一个阶段需要有甚物人出来服侍。有需要什么人伫后壁面啊无时帮祈祷，他都有计划。伊像咱每一个位置安排要好好，我们不要成为破坏上帝的那个人。咱唔通诚做破坏上帝的人。各位敬虔教会，咱伫谈是因为教会心中毋是去看数字，
教会的成长是看咱即群属于上帝百姓囝儿有合适耶稣基督的模样，较无同心合意。你讲顶个才去传唱一歌，同心合意。这种成长，咱其实拢真了解。咱现在其实拢希望，那块肮脏的白布可以再变得干净。因为当咱信的时阵，咱有法接触耶稣。因为当咱信的时阵，咱的心会完全是变得掏放，我们的心才能完全得到释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心还没办法得到完全释放的时候，代表你不够接近耶稣。他要是丰盛的生命给我们，这不是随便讲讲。他要赐的平安，不是世上的平安。咱大家唔当心叮当，传道讲叮当，有落来好消息。咱今仔日就是咱搁一遍，上帝互咱机会，咱来感觉真欢喜。阿妹，咱咧感觉真欢喜，欢喜啥了？欢喜进行教会，唔免搁等4年。咱是1年半了后的时间，咱搁有一遍的机会，咱伫牧师甲中职敬畏的面前，咱搁做伙来甲上帝来利用，咱就要把握今日的机会，同心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，阮有机会可以进来的面前来遵守甲你的约定。愿主帮助阮受垃圾的背部，咱都可是洗清。我们讲主啊，愿意阮一世人来报答你。我们拼扛阮的性命，我们谦卑，也去实现阮的世界。阮同心祈祷，保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民情做伙来使用，总是咱免等到2010年才来使用一摆。咱即马今仔日对明年到今仔日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，咱搁一厝要去上帝面前来使用。无论是新选性的长老执事，还是咱正堂姊妹，咱会当一摆回想进前，伫咧改选的时阵，咱安怎伫上帝面前来使用？今仔日咱继续用同款的心志来向上帝来使用。咱千万唔通袂记哩，咱甲上帝约定。这条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，要设立为形中做教会长老。因约时代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。伫新约时代，要设智慧长老来教导传讲上帝话，牧师3甲劝告起造伊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领心道的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基督的。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，导无教会发展。咱即条要来举行为行动来设立做长老的精神，而且为行动听日台前来向上帝来使用。为行动，你当要领受长老的职责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定了无？有。你有接受信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职责唯一的根据甲无？有。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教会所新设的使徒圣经、弥赛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讲的啊无？有。你欢喜做建成同会长老，是要忠诚尽职服侍教会。尊奉基督做教会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回应讲上帝。你有信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？袂。长老教会是起造上帝话语，
你肯降服台湾基督教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？肯。即是咱请咱建成教会在籍的众会友起立，共款来伫上帝面前来承诺。你已经竞选魏钦勇来做你的长老，你有诚实欢喜接纳伊啊无？有。依照教会法度，伫你教会，你着欢喜承受来顺汉，你约要安尼行啊无？袂。你着敬听伊，体贴伊，替伊祈祷，伊为着你的信仰生活着活，爱恁得着救，恁着帮赞伊，互伊较为尽做长老的本分，恁约要安尼行啊无？袂。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用，直到祸害大局。你有约要安尼行啊无？袂。请坐，我来宣布，我奉基督耶稣名，甲台湾基督教教会建成同会小会决定，设立为钦勇做同会建成同会长老来协助牧师。煞通知互正会友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。当信心设立你做长老，就照顾上帝教会牛群来监督因，毋通出入勉强，是着出存欢喜的意思。做牛群的模样，就大国者显现的时，要得着袂败坏羊羹的免流。阿门。咱即时要来颁发聘书。也请等下嘛，请现场的长老来握手接纳。因为我伫准备聘书的时阵才发现讲，伫旧年生落，受选生落的长老因拢无摕到聘书啦所以我等一下嘛，做伙来颁发聘书补办法，互因的聘书。咱请现个小会员长老来一件握手礼来接纳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但也经人来协助牧师、长老，互伊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顶，即是来承诺。看听你若要领受职事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教诲啊无？你愿意做建成教会职事，就要忠心正直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用伊的教会，你要安尼行啊无？袂。教会头是基督耶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，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，就我靠伊来说法，你要安尼行啊无？袂。这代理听，但我爱小心一下。因为说就是真慎重的代志，所以我看即事一直慎重来听来承诺。你肯降服台湾基督教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？咱即是会员请咱建成同会的在即个会员，家己即位起立，咱做伙来伫上
办理教会事，恁着敬重伊、疼痛伊、替伊祈祷。恁要安尼行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秩序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用，直到妨害教会大局。恁要安尼行无？我只是来宣告。我奉基督耶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教教会建成同会小会官名，设立颁停伊做建成同会秩序，煞通知政会有知。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，当你受设立做职事，协助牧师长老，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，奉上帝名得到荣光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是来颁发聘书，同款吼，咱去年有适用的职事，如果无摕到聘书，咱即马趁这个时阵来补办发聘书。咱请咱来先请现成长老来握手接纳。咱也请现前就是去年适用的技术，咱做伙来押出聘书吼，请去年有誓约的执事一起出列。今天大家都盛装打扮。美玲有人叫有啊，开主日学教室。这样子，大家还记得？咱也请小会员吼，会员继续来这边，咱等下来做一个翕相。我毋知大家了会记，明年差不多5月16号当阵，因就任。遮个中职就任时阵，我毋知影大家爱讲会回想伊当阵誓约的迄个情形。大家小看者吼，这就是咱建成教会长老举手一个。我会先来可能较无，毋捌吼，长老吼，职事就是后壁遮个职事，这就是咱建成教会一个真重要会的一个团队同工。诚做牧师、长老真好的同工。咱即摆咧因为阁有2位执事已经咧5楼来甲市中主席哦，所以咱小等一下。咱即阵吼，拢有人吼传奇来咱遮吼，我拢会知伊考试吼，咱的技术叫啥物名吼，会写会出来，会写袂出来。长老嘛，毋知影咯，所以吼今日最重要吼，大家咱熟悉一个，熟悉一个吼，咱的技术，咱的长老。先介绍一下。那我们趁着时间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哈。好，那个张晓明执事，来挥手，拍手。钟平执事，洪毅执事，世奇执事，佑书执事，赵氏执事。
灵医执事，郑梅长老，丽娟长老，雅玲长老。